我们会不会有点想多了呀？他话都说成那样了，那他也不知道柳叶家密码，我们能在他家门口堵着吗？我们到了之后先去天台，他很有可能在那儿。啊，师傅，您稍微快点开吧，人命关天啊！桑宁，你干嘛呀？你们别过来，别冲动哈。是我害死了柳叶，怎么你想死啊？是我害死了他。嗨，宁宁，阿宁，多大点事儿啊！我直说啊，这不说是你，就这种情况是你。桑宁。